后来前几天啊，伫个平湖有游客因为行车的纠纷，甲一个在地人拖落车共喊共拍。要倒来台湾的时阵，各方翕到对着镜头嘻嘻哈哈比耶，引发着社会公论。啊，平湖县警察局嘛护送因到机场，这嘛引发着在地乡亲的质疑。今仔日平湖县警察局特别开记者会来说明。那我们分局为了避免这些人再继续留在澎湖地方滋事，伤害乡亲，那么避免这个乡亲跟这些人发生若干的冲突，因此我们是用警力去监控这些人离开澎湖。那目的其实很简单，就在防治可能发生的暴力冲突并不是保护他们。这件发生伫4月2日。平湖马经的行车纠纷演变做观光客拍在地人的冲突事件。警方来解说，是希望透过监控，确保袂阁有冲突来发生，并毋是护送着加害人到机场。另外，当时同一团的游客虽然是无动手拍人，嘛拢用关系人的身份移送到地检署，由检察官来问笔录，并毋是外口的风声所讲的，敢若移送着4个人。希望透过记者会，会当互平湖的乡亲了解整个的过程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